歡迎收睇奶茶西多士，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阿木。HKTV Mall 嘅母公司香港科技探索主席阿基哥呢，啱啱喺公布2026年策劃計劃嘅時候呢，就對於香港嘅零售市場呢作出呢個解密，為香港人嘅消費模式呢就指點明燈。咁基哥又講咗啲乜嘢呢？佢嘅公司策略我就唔講太多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呢，自己去了解翻。我想喺今集呢帶出基哥兩個主要嘅立場，同埋呢我對佢嘅睇法。首先呢，阿基哥就講啦，香港嘅居民呢消費能力呢其實就冇減弱到嘅，只係呢越嚟越多嘅消費者轉咗去海外網購，或者經過啲跨境電商呢就購物。阿基哥仲講咧，香港嘅市場咧規模太細啦，如果要突圍而出咧，就需要咧大小通吃，為唔同需求嘅消費者咧提供咧齊全嘅商品。如果咧傳統百貨公司咧繼續一成不變咧，就好似喺沙漠中好容易渴死一樣。佢又講，實體店咧先係佢最大嘅競爭對手，而唔係國內嘅電商。我完全 feel 到阿基哥想講呢，佢嘅業務本身就同淘寶啊、京東啊呢啲咧係親戚嚟嘅，大家咧都係做同一類嘅嘢。佢希望咧同呢啲巨無霸咧一齊做大香港嘅網購平台嘅餅。咁香港人嘅消費模式係咪要改變？咁實體店同埋網購平台又可唔可以共存呢？首先講翻香港人先，大家咧對於國內生產嘅產品咧接受程度高咗好多。只要大家睇到咧喺各大商場嘅節櫃點咧嗰條人龍，或者去深水埗特賣場行一轉，你就知道淘寶同埋拼多多咧嗰啲產品咧喺香港咧係幾受歡迎。大家已經冇咗以前覺得大陸嘢冇好嘢嗰個諗法。另外一個原因係當然係要歸功於嗰個價錢啦，一個字平。有時候平到嘅程度咧，唔係講緊咧可唔可以接受咧嗰款產品嘅外形同埋質素嘅問題，而係覺得咧如果你唔買咧，真係對唔住自己，因為個價錢真係太抵。加上咧啲運費就越嚟越平，所以咧造就咗咧香港嘅網購咧就越嚟越盛行。其實咧10幾年前咧，大家都唔會睇好呢個網購嘅市場嘅，因為咧香港咧地方係真係太細，係咪咧？要買嘅嘢咧，一落街就買到，非常之方便。加上咧香港人係中意行街啊、睇戲啊、食飯啊，所以咧零售市場咧永遠都係主導。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亞馬遜或者 eBay 呢啲網站可以做網購，主要咧講緊係買一啲咧香港咧買唔到嘅外國產品，就算有都係好貴，所以咧就吸引到一啲香港嘅市民咧就網購呢個產品。咁當然 Covid 係另一個原因咧，令到大家多咗網購嘅。其實仲有一個原因我想講咧，係點解會令到咧呢個網購咧係發展到咁成功咧？而家呢樣嘢就係講緊價錢嘅透明度咧大大提高咗。依家咧大家咧可以好容易咁咧 check 到咧某啲產品咧喺唔同地方或者唔同嘅渠道或者平台咧個價錢嘅分別。再加上咧大家而家消費咧就精明咗好多。如果你有100蚊喺手想買一啲嘢，你會先評估下咧邊個價錢抵啲啦，有冇其他代替品啦，或者有冇其他款式啦，從而咧作出一個最佳嘅決定。人嘅本性咧就係 follow the money，所以咧主導消費模式咧其實仲有價錢嘅透明度呢個原因，就唔係只係分咧網購或者實體店嘅分別。咁當然，
如果要令到呢個網購嘅消費模式成功呢，其實都要配合其他因素先得嘅，例如咧物流嘅成本啦、運輸嘅時間啦，加埋咧社會本身嘅經濟嘅狀況。由於呢幾年咧香港經濟咧就認真麻麻地，失業率又高啦，樓價又跌，收入又少咗，人口老化又嚴重咗，方方面面咧搞到大家咧用錢都會小心啲。喺呢個時候咧，國內嘅跨境電商咧，正正就係能夠發揮佢最強嘅功能，抵，價錢咧就平過喺街買，變咗就慳得一蚊得一蚊咧，就香港人就好中意嘅。咁實體店係咪真係會玩完？其實就唔會嘅。你睇下 HKTV Mall 自己啊，仍然都係有門市咧去賣生果啊、交收貨件啊。仲有咧，京東咧最近就收購咗佳寶超市啊，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話俾大家聽。實體店咧係有佢嘅需要嘅，加上依家人口老化，如果要老人家去做網購咧，依然係一個好高嘅難度。所以咧，實體店係依然會存在嘅，只不過咧數量就會比以前少，貴精不貴多。呢個趨勢應該會短期內都唔會改變，除非有一日網購嘅產品嘅價錢咧就高過咧喺街賣，情況就有機會扭轉。但無論如何點，香港嘅消費模式咧只會繼續咧網購同實體店係並存嘅，俗稱咧混合模式，即係話我中有你，你中又有我。好啦，今集講咗咁多先。如果你喜歡呢段片嘅話呢，就麻煩你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 支持下，下次再見。